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禍從天降，毫無徵兆，災難突然降臨。話說10年前，周秀娜宣傳影片，坊間突然爆出已婚超級富二代被包養，好多人都聯想到係恒基地產二少李嘉誠。當時李嘉誠即刻委託律師發咗封律師信，警告周秀娜，叫佢停止散播失實言論。2026年2月13號，李嘉誠正式入稟高等法院告周秀娜誹謗同騷擾。李嘉誠聲明絕不認識周秀娜，亦冇任何關係。周秀娜當晚馬上 IG 回應話感到意外同委屈，我真係覺得好冤枉，話自己去年訪問都明確否認認識對方。男方我唔認識佢，真係點解會咁樣？我唔知點樣傳出嚟。自己都係網絡欺凌嘅受害者。人言可畏，嚟形容社會輿論對於一個人產生嘅重大影響，就諗起呢個民國新女性阮玲玉。阮玲玉，民國初年知名演員，出眾嘅氣質，高超嘅演技，演活咗女工、學生、舞女、女作家，生活中無數女性角色，紅極一時。阮玲玉嘅一生就猶如電影一般，如夢似幻。短暫嘅一生響媒體過度炒作，渲染阮玲玉兩位男子嘅私生活。為咗保留佢一絲嘅名譽，阮玲玉最後選擇自殺，享年得25歲。霸凌現象係從古至今一直存在嘅，大眾對於真相並不重視，助長霸凌嘅火苗人云亦云，講嘅人或者係冇心，但係往往無形中傷害咗，造成無法抹滅嘅傷害。響傳統中國男尊女卑嘅社會背景之下，女人名節、貞操、名譽視為比生命更重要，受到高度重視。宋代之後，理學思想將呢個觀點更極端化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，唔單止係個人嘅名聲，涉及整個家族嘅榮辱、良家閨秀嘅清白，以及處女貞操，係不能受到任何嘅玷污。喺呢方面，主要都係針對女性。傳統社會強調以夫為天，對女性名節有極其嚴格嘅規範。以往中國男人納妾娶小老婆，呢個制度根本就係傳統社會男人至上、女人低等嘅產物。男人有特權可以多妾，女人卻要守貞節，否則就係妒忌不賢。現代社會對於呢個極端觀點而家係唔適用啦，名節更係指個人品德、名譽、自尊，唔再被物化、束縛、貞操觀念。權勢逼人，從古至今從未斷過，只係形式改變咗。古代嘅一言堂直接害命，變成而家嘅用錢、用律師、用法庭。所以有句說話，窮不與富鬥，富不與官爭。所以當我哋遇到困難，唔知點樣前進嘅時候，總有一句說話，車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橋頭自然直。唔使失望、氣餒或者輕言放棄。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好多問題睇落去係冇解，亦無需急於解決。只要俾啲時間，往往自然就會迎刃而解。至於作為恒基二少，家財萬貫，地位崇高，完全可以係一笑置之。謠言遲早都會自己淡化，大方啲放手，反而更有風度，更得民心。喜歡呢條片，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出去。